好啦，嚟到呢個2026年嘅1月22號，嚟到星期四啦。咁大家都知道，我哋美股琴晚贏足600點啊！留意翻啊，喺呢一個星期三啊，當特朗普咧講到呢個格陵蘭事件嘅時候咧，全香港港仔咧都係以一個負面嘅態度去睇美股，因為特朗普講到話，如果呢一個歐洲啊嘅盟友唔支持佢咧，係攞到格陵蘭咧，佢就會向我哋加徵關稅啦。呢個同喺4月9號當特朗普向全球咧係發出話要加關稅嘅呢個消息咧一樣咧，就無數嘅陳懷恩、蕭若元啊，大家以為佢係才子，其實只係戇鳩咁啊！因為點解咧？佢始終個 background 係一條港仔，未去過外國留學。對白人世界唔了解，咁啊，所以對特朗普嘅思維更加唔了解。佢真係去查啲資料，就係話如果大家決裂就會點嗰啲咁嘅廢話。呢個係一個完全買入嘅機會。一陣間我略略解釋一下嚇。嗱，特朗普嘅用意咧就係要呢一班歐洲。所謂嘅盟友其實唔係盟友嚟嘅，呢一班歐洲人主力都係要幫中國做生意，唔肯聽佢講下啦。當然啦，呢個係對我哋祖國唔好嘅。特朗普咧係劍指係中國，因為俄羅斯經過俄烏戰爭已經成為廢國，咁所以歐洲本來就冇威脅，佢唔希望咧再要為保護呢一班所謂嘅盟友咧而駐軍嗰度嚇，佢要慳翻啲錢，主力咧係翻到嚟呢個亞洲，咁亦都係會退出呢個北約。呢個北約成立已經冇意義嘅，因為俄羅斯已經冇咗威脅。咁啊，當年呢，呢一個咧係德國咧佔領咗整個歐洲咧，全靠美國人救咗佢哋。咁但係呢一班所謂嘅盟友，包括而家見到英國啦，係咪？呢一個德國咧個個都希望可以同中國做生意，而唔跟隨佢嘅指令嚇。咁所以變咗咧，佢已經明白到呢一班歐洲佬就如妓女，有錢就想咧係攞你嘅錢。同時間又去第度接客嘅呢班歐洲人啊，咁睇清楚佢哋嘅面孔，其實係咪真係盟友呢？咁大家都知道啦，呢個英國亦都係咁啦，係咪？就希望呢個王毅啦，我哋祖國咧貸款俾佢6億元呢，就出賣國土。呢一班人絕對同美國精神係有好大嘅分別嘅，咁所以佢預備摒棄佢哋啊。咁希望大家明白呢一點，主要係慳翻呢個歐洲嘅錢，同埋已經冇防禦嘅必要嚇。咁所以大家留意翻格陵蘭事件，並非真係想攞格陵蘭，佢只不過咧用呢一個咁嘅形式咧，去同呢班盟友講，以後你要自己照顧自己啦。就好似一個爸爸對一個咧敗家嘅仔一樣，要同你撇清關係背後嘅原因，希望佢能夠獨立啊，用心良苦啊。咁所以我哋喺嗰個位就絕對係買入啦。如果大家了解特朗普，最壞講到最壞就係買入位，講到最好就係沽出位。我哋喺琴晚呢個48700都係有出 post 㗎。琴晚7點鐘當道指升咗70點，大概喺48770道瓊斯指數期貨，大家留意翻，咁啊一路咁升啊，升到上去咧，呢個49200啊咁樣咧，落翻嚟我哋都講埋個過程喎，中間只係升得100點，未試再升多500，上到去呢個49200嘅，我哋大食啊！琴晚嚇，尤其是呢一隻個別股票，大家見到最底，我呢個 post SNDK 啊，440蚊買，而家已經去到520蚊啦，2日我哋賺咗82蚊美金。蕭若元嘅講法係點咧？大家聽一聽。呢一個就係香港仔對國際逆時局唔了解而作出嘅戇鳩判斷，同佢喺呢個4月9號當時特朗普話出關稅戰咧，佢叫人放棄美國市場一樣，絕對唔識炒股票嘅。大家千祈唔好信佢係咩才子，只不過係一條土炮。到 white mentality 啊，從來冇追過呢個外國女仔嘅，全部都係港女。佢嘅思維停留咗係一個油尖旺港仔嘅思維。加入 BC Channel 5日測試法，知時局知升跌，我哋睇穿咗時局就知道點樣買啲咩股票啦。咁我哋呢個5日測試法嘅課程唔係咩 JK Sir 要畫個圖啊，有咩牛市第2期，Q 爺講得好清楚啦嚇，大家都知道啦。Q 爺係呢個60年代嘅人，佢話呢啲咁嘅嘢全部係50年前嘅嘢嚟嘅。呢一個 IE 投創，無論係 JK Sir 同埋30歲財務自由嘅，呢個大家見到啦，係咪啊？當呢個市特別要大升嘅時候咧，前一晚星期三晚，居然話個市要跌幾多嘅戇鳩課程，唯獨我哋嘅 BC Channel 推出呢個5日測試法，惠澤社群，希望大家幫到大家咧，唔好跌入呢啲老千嘅陷阱。我哋聽一聽蕭若元琴晚啊，即係星期三晚應該咁講咧，當時嘅分析。係啊，我已經講到今日講到第3條片啦，我要立即出呢個牽涉到琴日嘅股市嘅跌幅嘅，呢個係啊，咁就係我係講過咧，我唔相信呢一個美歐走向全面分裂攞格陵蘭，呢個係不可能嘅事嚟嘅，因為有好多嘅法律啦、外交關係啦、雙方人脈關係啦，係有好多基本嘅，唔係 Donald Trump 想可以咁做就咁做啊，差唔多係要同美國全國作對嘅，差唔多係咁。咁但係咧，佢
我相信佢好快 target 啊，但係 target 咧並不表示個市會恢復原狀喎，個市真係受咗啲損害㗎嚇。好啦，有關於呢個美出現明顯急挫，表面睇上嚟咧，因為消息話加歐盟關稅咁樣，可能引起貿易戰嘅波動。實際上嘅資產被逼作出一輪較大幅度嘅重新評價。呢次大跌咧係對規則秩序可預測性被削弱後嘅理性反應。市場經歷一段強制性重估，呢個唔係單純嘅恐慌，係針對風險假設嘅數學方程式嘅修正。Donald Trump針對歐洲盟友嘅威脅咧，證明佢個政策係無邊界嘅，不可預測性。大家咧覺得咧，我都覺得知道 Donald Trump 會做乜，咁於是咧，我哋將呢個風險指數擺入。好，大家聽到啦，講好多嘢，包括咗咩咧？包括咗就話俾你聽咧，呢個 Donald Trump 控制唔到嘅，咁啊要針對歐盟嘅盟友，全部都係錯誤嘅分析啊！第一點，Donald Trump 咧就冇針對佢哋，而係要佢哋究竟要認清楚美國出緊錢去保護佢哋呢啲廢柴歐洲國家。尤其是英國啊，係咪大家知道啦？荷蘭啊，呢啲不思進取嘅國家，咁啊加拿大更加係咧，只係攞1% 嘅 GDP 出嚟做軍費，就根本就放軟手腳，無賴咁樣咧，就要求美國人要保護佢哋啊。咁而佢哋自己咧，就去用嗰啲錢幫自己賺錢，即係換句話講，一個妓女出去接客，又希望呢個舊嘅支持者繼續替佢交租，呢一種咁畸形嘅心理，Donald Trump必定要停止佢。咁並非蕭若元所講嘅咩重估經濟咩風險，讀壞書啊，睇得書太多就以為乜都了解，以為乜都可以咧查呢啲咁嘅，但又係查 Google 資料啊。咁就測試法看透呢一個時局，亦都係即買即升。事實證明一切，全香港只有我話俾你聽，佢哋即刻揸翻道指，而 SNDK 啦、SLV 啦。咁啊，琴日嗰個 post 咧，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，我喺星期三嘅晏晝已經講俾大家聽，全揸道指，而有提晒咧我哋睇好嘅股票，包括 ASTS 啊、PL 啊，呢一個咧係SLV 係咪 GLD？咁啊，仲有呢一個咧 UFO 好多隻美股咧提供俾大家，咁當然 NVDA 啦、Tesla 啦，同埋我哋嘅 Coinbase 呢3個 FLTW 咧全面大升嘅嚇。咁呢度唔講咁多隻啦，因為美股我哋加到大概係7至9隻到啦嚇。SNDK 係琴晚前日我哋買嘅440蚊，而家已經去到520啦，琴日去到490蚊嘅。咁就測試法預知升跌，亦都係配合翻香港啦。咁香港我哋睇佢咧就突破上去，睇下可唔可以去到27,500啦。亦都係揸咗主力咩咧？匯豐啦，上次我哋106蚊買，今次130蚊嗰度短回一回啊，唔受個市場影響嘅24148咧，已經係全揸咗好多日㗎啦。179德昌呢個電機嘅窩輪嚇2360啊，揸咗1個禮拜，咁啊亦都係呢個0.14度揸啦，咁亦都係正股大概28.9啦，匯豐就大概127蚊買翻啦。阿里巴巴唔使講啦，個個都有㗎啦，14884我哋都係睇上去啊。咁啊當然唔少得個股241啊、1133啦，係咪？我哋6088啊，咁我呢度唔詳細講啦，因為太多嘅個股我哋都贏嘅，包括咗呢個241，大家知道我哋5個2叫大家買上到8蚊，落翻嚟6.4、6.7到呢度又再買過嚇。咁就測試法預知升跌，咁啊呢個美股我哋睇佢今年係上55,000，咁啊首先呢幾日可唔可以先上52,000咧？儘管今晚12點可能會有變動，咁就測試法全揸行期26660啊，26,600嗰度咧全面係買貨㗎嚇，咁所以呢度不能盡落。咁主力匯豐、阿里、德昌電機、恆牛啊用咗呢一隻咧係65903。如果大家有跟我哋 BC Channel 咁做咧，就無往而不利啦。贏完道指，贏完美期就贏恆期啊！咁啊恆期而家企喺26800，唔理佢咁多，全面睇好先嚇。咁就測試法預知升跌。如果你想參加我哋呢一個知時局知升跌，亦都係即刻證明咗俾你睇，就係喺呢個48,400再一次全面揸翻晒所有嘅美股，同上次4月9號喺37,000點叫大家全面睇好一樣，全港獨家。你都想好似我哋咁嘅話，立即 WhatsApp 而係呢個 number， 放棄戇鳩嘅技術派 IE 頭創30歲財務自由老千團體，大家必定咧要小心，千祈唔好墮入呢啲老千嘅陷阱。